領取綜援嘅學生可唔可以申請學生資助辦事處嘅書簿車船津貼呢？當然係唔需要噶啦，因為綜援咧裏面已經將呢個書簿車船津貼所有嘅費用咧都包晒喺綜援金裏面。以下落嚟咧，我就俾大家咧了解下綜援金到底包括咗有啲乜嘢嘅金額呢？一、基本嘅金額，即係生活費啦；二、書簿費；三、交通補助金；四、配眼鏡嘅費用；五、每年有校服嘅費用，購買基本衣服鞋襪嘅費用；第六，租金或者宿舍嘅費用；七、公開考試嘅 DSE 嘅費用；八、學費同埋學校嘅雜費；九、水費同埋排污費嘅減免；十、殮葬費；11、特別膳食嘅津貼，呢個係需要由醫生證明申請人咧需要有特別嘅膳食需要先至可以申請㗎。每個月大約有1355蚊。12、平安鐘費用嘅津貼；13、搬遷費用嘅津貼；14、社區生活補助金，為長者、殘疾人士或者健康嘅人士提供嘅，以支持佢哋社區生活。15、長期個案補助金。有一點咧，大家要留意嘅就係綜援嘅人士咧，佢必須要係長期住喺香港嘅，即係喺領取綜援金嘅時候，唔可以長期居住喺國內或者國外啦。